半岛上出名的高雄内蒙的总铺师，面对着美国来的明年就要进口，因邓兴坎挂保证，讲绝对袂用进口猪肉。谢谢。三层肉煎过了后，放入卤汁，慢慢啊浸甲入味，互人看到强要流嘴烂。这就是看起来真有板，够有分量，半岛一定会有的大方。也有佛跳墙内面的排骨，鱼翅羹内面的肉羹，规套半岛料理食落10出的料理内面，起码有4、5出会用到猪肉。讲到半岛，袂使无讲到高雄的内文。面对来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，明年1月7开始就要进口台湾，对这中破菜来讲，敢有影响？我们办作业啊，都坚持使用我们的那个台湾认证国产猪。邓兴坎保证讲，绝对用台湾的国产猪肉，对高雄内文多数的中破菜来讲，唔捌用过进口的肉，因为口感真正差真济。进口猪肉就会有那种腥味，还有吃起来口感也会不一样。几十年来传来古法，袂使妥协，就算国产猪肉有较贵，依然坚持用温体猪肉。 30几年的，这一点都会很排，我无可能去甲用啦，用来我来倒位啊，是毋是啊？如果较俗俗啊，1斤30块嘛，无可能去甲用。用国产新鲜的食材，本来就无得用进口肉，就算美国有来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，对因来讲嘛无什么影响。毕竟每一位中破西上界珍惜，就是我靠好食的板豆拍出来名声，绝对袂去拍歹家己的招牌。